堪布，为何有时候 Om Mani Padme Hum 会加上舍字呢？有舍和没舍有什么不一样？是的，那个六字真言的，经常我们念的时候，有时候是确实是有6个字，有时候是7个字。那它的名字是六字真言，那哪一个念法是比较正确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非常重要的。因为藏人呢，每个人都会念 Om Mani Padme Hum， 所以藏人有一个说法，藏人呢，他就是一出生到开始会就是将阿玛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同时一定会念 Om Mani Padme Hum。这个观念和有些佛经里面也说，观世音菩萨和藏地就是学语是有一些殊胜的因缘的，所以有可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藏人也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是观世音菩萨的后代，跟观世音菩萨有特别的缘分，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说法众生。所以呢，我们藏人呢非常非常重视六祖真言。那现在呢，有一些对藏人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的外面的人也Om Mani Padme Hum和扎西别拉也许是最熟悉的一个藏文里面的一个念诵和一些问候语当中。所以呢，还有一些唱歌里面也包含了 Mani Mani Padme Hum， 其实根本不是 Mani Mani Padme Hum， 但是有些人说 Mani Mani Padme Hum， 就是这样。但是重点是它为什么有时候有6个字，有时候有7个字呢？本身呢有一部佛经叫做莲花望密须的观世音菩萨的根本须当中，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就是6个字。但是跟一些诸多的其他的一些符藏仪轨里面也有7个字的。那这个6个和7个有没有冲突？是没有的。所以第7个就是谁，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中字字，也就是代表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莲花部阿弥达巴和这个观世音菩萨和莲花生大师共同的中字字就是谁。那 Om Mani Padme Hum 这6个字呢，其实它代表这个6般若波罗蜜多，6种佛，而且也是 Om 能够去除天界的习气、烦恼、业障。妈呢就是阿修罗，你呢人道，别是畜生，灭是恶鬼，Hum是地狱。所以我们要消除6道轮回的业障呢，就要念 Om Mani Padme Hum。有一些仪轨里面呢，观想种子的时候，观想咒语的时候，6瓣莲花，中间有谁，6个花瓣，上面从 Om Mani Padme Hum 有6个字，所以呢，主要是谁是代表观世音菩萨本身，Om Mani Padme Hum 代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
功德，所以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经常念的时候，如果你上师给你传的这个一些个别的口传的这个仪轨啊，如果是本身就是含有细的那个玛尼般灭的话，你就是要照着这个念，你不能自己擅自去改写或那个拿掉这个细。如果原本的有些仪轨你传承啊，你经常念诵的时候也本来就没有事的话，你也不用不一定要刻意的加进去，你照着就是哪一个传承的仪轨，属于哪一个这个仪轨的方式去念就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在外面不是按照这个仪轨，因为仪轨是和个别的传承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写法和念法呢，我们应该要尊重这个仪轨本身的内容的这个安排。如果你不是照着仪轨念，那就没有问题，你自己念Om Mani Padme Hum也可以，加上诗也可以，不加也可以。但是呢，我们经常一想到观世音菩萨，一想到需要回想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路边的有些动物啊，蚂蚁啊、苍蝇啊、小动物就是有一些看到他们在死啊等等的时候，你一想到它，或者你今天看到新闻上好像今天哪里有什么一些疾病啊，然后就是战争啊，一些恐怖分子的一些什么破坏啊等等，要看到有人在死，有一些受到这些灾难，我们也想着Om Mani Padme Hum，念一句，那种随意念出来的Om Mani Padme Hum呢，不是一定要加持，也不是不能加，你就按你自己念的那怎么样比较顺，就使用你自己的方式。但是我们藏地呢，它是一个日常，经常就在一个这个零食，我们就随便可以吃的那个瓜子一样。我们藏人呢，就是Om Mani Padme Hum，又是最简单，又是随时随地想到观世音菩萨，想到一些要祈福、要超度、都是用Om Mani Padme Hum。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南无